日非常興奮咁同大家介紹我哋嘅智能健身室應用程式。呢個係一個專為提升健身體驗而設計嘅創新工具。咁我哋第一版先有 Ease 嘅 logo 啦，咁我哋撳落 in 啦。咁去到呢一版就要輸入翻個人資料啦，你嘅 email 同埋 password 啦。咁我哋再撳 sign in，咁就嚟到我哋嘅主版面，我哋有6個 apps 嘅。咁我哋首先睇下 Biotic Tracking 啦。呢度提供咗一個清晰嘅用戶界面啦，顯示咗用戶嘅健身數據啦，包括每日步數、消耗嘅卡路里同埋實時嘅心率等指標。呢啲數據唔單止幫助用戶了解自己嘅健康狀況，同埋可以激勵佢哋朝着目標嘅前進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嘅搜尋功能係應用程式嘅一大亮點啦。用戶可以快速揾到各種健身活動嘅指導，無論係力量訓練、有氧運動定係瑜伽，只需要輸入關鍵字即可獲得相關嘅建議。咁樣嘅設計呢，可以幫助用戶根據自己嘅需求同埋興趣選擇合適嘅運動，令到健身變得更加輕鬆同埋愉快。此外，我哋仲有呢個 Voice Active Control 嘅，咁用戶淨係需要撳翻指定嘅 Apps、指定嘅 logo， 咁就可以即時語音控制健身器材。然後最後呢，仲可以撳 Result， 咁就可以 check 翻做完之後嘅數據，咁就可以睇翻自己消耗咗幾多